大家平安，时间已经到吼，咱来开始，安尼听有无？有听有，好，多谢多谢。嘿，咱要来开始之前，请文牧长老做咱祈祷好无？好，咱同心来祈祷。主必太人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互阮会当有这个宝贵的时间，通过牧师的教导，互阮通过路加福音15章，龙主的譬喻中间阮领受做做。主恳求你继续甲牧师三个弟弟帮助伊伫遮开启助你的道理的时阵，互阮会当好好来领受详细会当实践伫阮的生活中间。主恳求你保守阮下面的时间，安尼祈祷恳求，告诉耶稣的名，阿免。阿免。好，今仔日要甲大家三个分享是做龙珠故事的一个总结啦吼。这个总结我要用两个，毋是圣经内底的人物来甲大家三个分享。下晡我叫咱的资料内底还有另外一篇吼，这是对这个外口的文章摕来，伊咧写，写了我感觉真好吼，所以我放遐互大家做伙来参考来分享吼。我今仔日要用这个龙珠的譬喻中间的一寡想法的总结，佮用伫这个荷兰吼，因讲不爱互人叫做荷兰，伊较人叫因尼德兰吼，咱咧讲尼德兰啦吼，这个画家吼，林布兰吼，有人翻译做林布兰特吼，我会介绍这个画家甲迄个时代的这个画图的即种画风啦吼，甲另外一个是天主教的神父吼，我本身是真介意伊咧解说圣经，也是讲伊咧教导吼，伊真有应该是讲甲天主教足无共款啦，虽然伊是神父吼，有一个天主教的机构吼，因内底咧讲着讲，讲这个卢云神父吼，被改革中吼偷去了啦，是安那？伊足侪想法甲改革中足共的吼。你知影天主教是拢足保守吼，但是卢云神父是足开放，嘛足侪思考的角度，甲改革中足共安尼吼，这是较特别所以伊有真侪届机会，拢来到伫即个改革中的教会，咱总会嘛请伊来几摆吼，来做咱的陪练安尼吼。好，进入今仔日所要讲的物件啦吼。咱共款搁转来思考整个即个龙珠譬喻故事的一个讲法啦吼。当然伫这中间，你若用迄个故事的表面的时阵，咱真有可能就为着即个大兄感觉讲足打抱不平啦吼，讲敢若老爸拢真无注重伊，这是对大囝的角度咧讲的吼。该分财产细汉囝讨着有吼。但是咱真少去思考着迄个老爸的角色，伊是足平衡的，伊嘛足有疼的。亲像伫拜三的查经的中间，我有咧讲着保罗所咧讲着，讲这受割礼甲无受割礼，其实保罗咧强调迄个救恩，要互迄个无受割礼咱所谓的外邦，但是伊嘛无讲救恩有拒绝遐受割礼的人吼，共款哦。伫即个故事中间，咱咧讲龙主。即个老爸照顾即个细汉囝，疼惜即个细汉囝，甚至期待伊倒转来。伊倒转来了，佫互伊恢复伊做囝的身份。伊嘛无忽略大汉囝，伊甲伊大汉囝讲啥？囝，你敢毋知影？你甲我定定甲我弟弟吼住做伙，我诶拢是你诶。伊嘛足注意啦吼，咱讲在乎啦吼，所以。基本上，我无认为这个老爸有啥物款的无公平的所在吼，伊真正表达出伊的疼。对故事的中心点，也是讲故事的起因，就是即句话伫12节所讲的，迄个第二个囝甲老爸讲：阿爸，我应得的业分互我。老爸
就甲因两个人拢分家伙，吼。所以牧师一直爱强调就是讲，这个老爸虽然是细汉囝讨财产，伊就互伊财产，但是伊是分互两个人拢有。到伫老爸办宴席，是因为这细汉囝佫倒转来，伊伫遐欢喜啊，邀请侪人做伙来欢喜。大汉囝伊嘛去甲邀请吼，这是足平衡的物件啦吼。所以伫这个故事的中间，这三个角色，伫足侪的这个画家中间拢会去画吼。啊，林布兰特这个有人翻译做林布兰特啦吼，林布兰特啊，伊这个伊的图。内底只有5个人尔定，吼啊，有足深的遮个思考，也是讲会通互咱做伙来更较深入来对即个画家所画图吼，来去做一寡反省的即个部分吼。啊，甲卢云神父去看到即幅图了后，伊家己对内心足大的思想，然后伊伫伊的人生最后10冬，因为即幅图来做足大诶改变吼。这点面咱会讲吼。当然，毋是干那即3个人物尔定，其他诶角色，咱伫进前几摆拢有讲着，包括迄个枪机啦，包括迄个猪仔场诶头家啦，也是遮个厝里诶仆人，遐个角色拢会当帮助咱去思考学习诶啦吼。那今仔日要对即个天主教卢云神父诶册龙珠。这个来思考吼，其实是写龙珠回头啦吼。那这本册已经有刷第2版，无共款的出版公司甲出吼。其实卢云神父写的这本册，我感觉真值得看啦吼。你若有机会，当去买来看吼。坦白讲，就是我会搁用较侪时间伫龙珠的譬如中间来做较深入的。这种思想，甲卢云神父互我影响不离深啦吼。这幅图是伊林布兰的图吼，是画《浪子回头》吼。这个伫伊原文叫做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 吼，就讲迄个浪子伊倒转来迄个情景吼。咱伫即个图内底吼，看出来吼，看袂介清楚，因为这是林布兰伊的画图的一种特色。伊定定伫迄个足暗切的即个空间中间去表达一寡重点，比如讲，即幅图的重点就是即3个人，吼，咱看足清楚有无？吼，老爸面是白光的，即个咱咧讲的龙珠吼，伫咱的左下角遮。正边即个面光光的，即个就是代表大汉囝。当然，你会当看到讲，基本上林布兰伊即幅图受到西方的文化影响嘛真深啦吼。即种的穿插基本上是西方的穿插啦吼。你也看，第4个人物坐伫迄个涂骹遐，有一个垫伫迄种帽仔迄吼，我甲伊颜色用较浅色来，互你大家看啦吼。你有看着无吼？咱有看吼。伫即个中间，伫这中即个所在，即个人吼，基本上伊就是垫迄个真传统的欧洲迄种帽仔吼，所以伊即幅图基本上是受到即个西方的文化影响不离深嘛吼。即幅图伫即个所在小经正的6个人吼，再搁一个妇人人吼，这拢是因的仆人啦吼，这拢是仆人的角色吼。好。所以咱倒转来讲前提啦吼，伫路加福音15章咧讲即个3个譬如，买失的羊啦，还是失钱的譬如啦，还是浪子的譬如，拢是因为一开始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因私底下咧论断批评耶稣，甲罪人做伙食饭这项代志。所以耶稣伫即个所在用即3个譬如，就是要甲因讲，应该甲罪人做伙，也是讲上帝的目的就是要将救恩赏赐互遮个人，这是
这三个譬如真重要的一个部分，哈。啊，什么人是故事中间的大囝？就是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哈。大概是安尼，这个前提，咱爱清楚知影，然后咱伫咧讨论的时，就会较清楚啦，吼。所以这个老爸是一个慈悲，佮有怜悯，有疼心，佮会晓赦免，佮将救恩的福音赏赐互需要的人，甲愿意接受的人，吼。所以咱来看对第一节、第二节、15章，吼，路加福音15章第一节、第二节，伊讲有一遍真侪毛税甲罪人，我来耶稣要听伊讲道。咱刚才讲第一节就好啊，你就会感觉讲真趣味啦，吼。第二节这个人毋是要我来听耶稣讲道，颠倒因眼中遐个罪人、歹人，是要来听耶稣讲道。什么人较侪先追求？这就已经拢真清楚啊，吼。佮第二节讲，法利赛派甲经学教师拗念，这人接纳罪人，甲因食饭。伫圣经中间有足侪拗念的人，咱伫迄个服侍态度中间有讲到，吼。啊，亲像玛利亚这个马大嘛拗念，对无？啊，伫圣殿祈祷的法利赛人嘛伫遐拗念，我做了比较好，等等遮的其实拢有一寡即种的角色，即种的人存在伫咱的周围内底，甚至伫迄个初代教会，咱最近咧读这个新安讲读经咧讲到加勒泰。加勒泰这犹太基督徒，因的问题是啥？因爱要求人着爱受割礼，因嘛拢拗念。啊，这人无受割礼啦，安怎？吼，迄拢是问题啦，吼，迄拢是问题。所以咱伫这个读这三个譬如的时阵，爱将这个焦点放伫迄个慈悲怜悯赦罪的上帝这个角度去思考，才会当帮助咱正确去思考这三个教导的目的到底伫倒位？吼。当然，你若讲要用现代人迄种分财产的问题去讲的时候，你会感觉讲着足无公平安尼吼。基本上你若徛伫迄个这个老爸、这个天父、这个慈悲怜悯的上帝，迄个角度去看的时阵，咱就袂偏差。亲像我佮讲。拜三咱读迄个加勒泰，佮讲到迄个受割礼，佮无受割礼，这个保罗嘛强调，这两种人只要愿意接受、相信上帝来被称做义，就拢会当得救啊。伊并无讲什么人袂当得救吼，这是真清楚的一个角度啦吼。好，我小可简单来介绍林布兰这个人啦吼。伊这是17世纪真出名伫欧洲真出名一个画家吼，一个画家。较趣味的是吼，伊足爱会通讲是所有画家内底，伊是会当讲排第一名吼。足爱画自我画像啊，吼 self portrait 吼。伊足爱画即种诶图诶人吼。伊对少年的画啊吼。伊对少年，我用一寡图来互咱大家看啦吼。林布兰有个人甲翻译做林布兰特吼，我倒转来头前即个吼。咱看伊即个荷兰文即个吼 ，Rembrandt 即个 T， 所以有人甲即个 T 翻译做特啦吼，林布兰特吼。我这意义呢啦，安怎翻应该拢无啥问题，咱大概知影吼。所以伊是当代伫欧洲巴洛克吼这个艺术的代表画家之一啦吼。嘛伫17世纪伫荷兰黄金的时代上重要画家之一吼。伊这个荷兰的迄个时代吼，真趣味，因的图吼，甲迄个科学有关系吼。因有人会去画迄种解剖画吼，解剖图的画吼。这我会连咪会互咱小可看到这图吼。伫迄个中间，林布兰伫迄个世代，会通讲是因历史中间上伟大的画家之一啦吼。
甚至伫2004年10几年前伊去用票选伫荷兰历史以来第9个上重要的人甲其他的画家较无共款的是伊足少年就已经伫荷兰，也是讲伫欧洲就足出名伊的图嘛受到足大的欢迎啦但是真可惜到落尾伊有小可失志这个失志基本上嘛是被害的连面我后壁我会小可佫讲着是安怎会被害啦因为伊对伊的艺术足有坚持伫伊的上高峰的时代，伊用足侪迄个字母的画像甲圣经的图来出名有个人真讲咧讲伊所有画的图甲斗起来会当变做一个多样的字段啦所以伊照一寡画家来讲，咱知影伫迄个古早17世纪、16世纪进前，遮个画家有真侪画家拢是为着巴结遮个贵族，所以真侪物件你像较迄种典型的宫廷的迄种图看起来就无遐尔有感情。但是伫林布兰特伊咧画是足，来讲用咱现代台湾人咧讲的话，种很接地气啦很接地气。伊是算一个真大量作品的一个画家伊的油画、伊的版画、伊的素描差不多几千百个安尼伫迄个时代算真难得啦这伊对伊少年开始会画伊家己的自画像伊的少年时嘛应该真缘投啦你来看我大概收集一寡伊的图咱小可简单甲看过啦你要看伊画了甲宫廷画无啥共款，但是基本上也是足细腻啦虽然伊的笔调足清楚但是嘛是真细腻的一种画法你看伊即种模仔形，就是伫咱咧看伊的《浪子回头》内底，坐伫涂骹迄个人所填的模仔所以伊迄图已经有受到西方文化影响伫迄个内底这是伊家己嘛有人在讲着林布兰咧画这龙珠的图的时阵，伊有伊家己藏伫这个图内底咱等下咱特别看这幅图连伊佫看倒转来。伫迄个浪子回头迄幅个图的时阵咱可能看得出来这是年老的时阵的啦年老时阵的听讲咱来看这个左手边这，听讲这是伊的老爸一个迄个印象啦伊甲伊老爸的关系，还是讲伊家己亲子的关系拢有一寡困难伊家己嘛是一个足感情的人啦伫咧表达这渐渐就看到伊年老伊家己的自画像好，伊的油画甲伊的版画展出伊足有迄种伊的真古典的即个想法啦伊的即个浪子回头的图，伊有有用版画当然到落尾伊用油画来表现出来嘛有人讲伫伊的圣经的画作的中间有足深沉的神学的反省甲思考，所以为什么迄个卢云神父会去伫伊的迄幅图内底用安尼真长的时间，几若工的时间伫遐入暝都无共款的光线在看中间，伊伫遐嘛感觉讲好若亲像伊在灵修共款有即个真深沉的意思啦林布兰伊本身对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族群有足深入的观察伊从即个深入的观察嘛，将犹太人迄种的生活文化反映伫伊所画这个圣经图内底，所以有个人嘛有称伊讲伊是一个文明的先知我即马要来讲伊是安怎的落魄就是伊对艺术家己的艺术有一寡坚持。所以有拄着一寡状况，特别伊是为着即个军队画图的时阵，有拄着一寡困难拄着一寡困难。
当伊咧伫1642年诶时阵吼，1642年诶时阵，伊画一百图野船，其实伊是咧画遮个射击协会诶人，也是一寡军人会做即个迄落吼，因合资请林布兰画图，画图了吼，即内底有一寡志愿军诶人，伫构图顶悬无照遮个军人诶身份甲军阶来做排列，互因感觉吼足无欢喜诶安尼吼，因要求伊重画啦吼，林布兰伊真坚持，伊无安尼答应吼，所以不但安尼。搁甲告去伫法庭吼，意思讲伊无照约定来做安尼吼，所以伊受到真济。你知影伫当初时来讲，迄军人应该地位真悬啦吼，遮贵族嘛是地位真悬，所以因受到一寡顶流社会人诶排斥攻击吼，受到生活受到影响啦吼。当然这有钱人才买会起伊诶图嘛，基本上是安尼嘛吼。艺术品是一个叫做经济附带的商品啦吼，你经济有好诶人，你才有法度去买；经济歹诶人，你无才着去买遮个，咱讲砖头啦，还是遮物件吼。所以林布兰伫迄个时代就开始拄着一寡困难吼，这个就是这幅图啦吼，就是这幅图，伊无照因诶意思去画安尼吼，无照因诶军阶落去排练吼。当然林布兰伊到底是为虾米坚持安尼？咱无法度去了解啦吼，不过就是讲，咱知影讲艺术家有当时也有家己诶脾气，甲伊家己诶坚持啦吼。即摆都互伊会当讲小可接近身败名裂安尼啦吼。虽然伊诶图阁真受欢迎，但是因为社会环境诶关系，伊受到排斥安尼吼。好。伊诶画图有几个时期，我简单小可讲过啦吼。这毋是咱要讲诶重点吼，大家咱知影，咱即个资料内底我拢有写伫即个内底啦吼。伫颠倒伫较头前1625甲1637中间，伊宗教主题诶图吼，就是讲圣经内底诶图，伊画了较济啦吼，伫即个所在吼。到伫34甲36这个中间，伊就开始画人物。当然，伊画人物大型的人物，你就知影讲这是有人甲定啦，吼，这是伊经济来源吼。400年了后，就是因为伊画迄种图，甲伊的厝里的变故，伊尾啊了后，就开始有一寡较生活较无好势，所以伫较深沉的情感的表达。这个时期就是咱所要看伊咧画龙珠回头这个图的这个真重要的这个背景吼。50年以后吼，伊就开始做一寡较色彩较济吼，较济宗教题材嘛有，嘛有写画一寡历史的这个部分吼。这个是大概伊几个阶段啦吼。到年老的时阵，伊就画真济迄个自画像安尼吼。当然伊嘛伫遐咧足诚实来表达伊无共款年代即个伊的面容吼，伊袂讲去甲美化安尼吼。咱拄则已经有看过伊的自画像吼。好。好咱拄则看到伊诶图，咱知影讲伊足爱用迄个明暗诶对比吼，足强烈诶即种画法吼。伫迄内底，伊伫遐来表达足活诶即个主题吼。伊诶龙珠基本上就是用即种诶技巧伫迄内底，伊甲迄个主题人物画甲真明显诶光白较白安尼吼。其他诶人物较配角诶，伊就较画较深诶即个色调安尼吼。这个嘛是就是伊的特色啦吼。你要看倒手边这窗仔非常光吼，伊差不多用要占2/3的所在拢是暗的吼。一寡这个半暗中间的细节，伊嘛画啊足清楚吼。这你甲看吼，这就是我拄则咧讲的，伫迄个时代，因足爱画迄个图甲科技医学有关系吼。这是类似解剖图吼，你甲看这个手术的吼，嘛记录着当这时荷兰的医学的进步，甲伫倒位安尼吼。这就是咱今仔所要讲真重要，这个龙珠回头的这个图吼。
真明显伫头前即5个啦吼。啊，咱就一看就知影讲即幅图主角伫倒位。第一个当然是即个老爸，第二个是即个囝，第三个是即个大汉囝吼，即3个。那其他就是配角，愈暗就是伊诶迄个重要性较无遐尼啊重吼。这大概是林布兰伊咧咧表达诶一个方式啦吼。好，我介绍即幅图吼，即幅图即摆目前是放伫迄个俄国啦吼，嘿，即个呢，伊诶图真大吼，安怎形容吼，就是讲差不多伊画内底诶人物甲真正人诶大小差不多啦，咱会想象即幅图看偌大安尼吼，226公分，205公分安尼吼，所以即个若即个画起来，即个差不多100左右诶悬大安尼啦吼，嘿，100至200安尼吼，好。伊即摆收伫即俄罗斯诶圣彼得堡诶博物馆内底吼，咱若有趣味，我有提供咱即个网站，咱会当去看一下吼。对林布兰伊诶人生来讲，伊伫真少年诶时阵就到伫迄个高峰啦吼，然后当然是1640年423即阵拄着一寡人生、家庭事业等等遮诶艰苦，伊将遮诶经历放伫即个圣经诶故事诶内面，特别是伫即个路加福音15章吼，即个浪子回头即个所在吼，画面拢总应该是6个人啦吼，咱拄则看迄个6个人吼，伊有无共款诶表情吼，上光诶就是迄个代表着慈悲怜悯诶老爸，伊用2只手搭伫迄个衫诶顶悬，迄个见笑人罪悔改诶细汉囝，即个细汉囝面无互人看着，吼，面无人看着。你有看其他诶，你会当 Google 去找吼，浪子回头吼，会当找足侪无共款诶画家所咧画吼，大部分诶人迄个细汉囝诶面吼，加加减减画出来吼，伊伫遮吼无画出来，伊咧表达一个讲即个细汉囝迄种无面头仔见老爸迄种诶见笑诶一种诶情绪伫迄个所在吼，伊诶老爸诶手吼，看伊细汉囝诶即个身躯吼，是照伊即个来看是足出力啦吼，足出力。咱注意下看吼，伊诶衫有一寡lap袄诶感觉吼，就是讲老爸真出力，甲伊染咧迄个形吼，伊咧表达即个部分啦吼。但是咱嘛看着讲，伊诶老爸真正是足富有吼，嘛看着林布兰咧画即个图，嘛是受着西方诶文化影响，伊所画诶即个老爸诶衫，基本上是西方诶人吼，较有钱诶人会穿衫吼，这甲真正犹太背景佫无啥共款啦吼。来看伊诶外衫，咱知影伫圣经内底有穿外衫诶，代表是好嘢人。然后伫即个外衫，伫路加福音15章所咧表达是安那，老爸互即个囝一个身份、佮重新、佮恢复诶一个记号吼。咱知影有手指、有外衫，佮有鞋吼，即3项物件吼。伫正边徛诶是大汉囝，伊诶面看起来是安尼足无笑容吼，伊伫遐来陪伴、接度等等诶吼，甲伫路加福音15章第1节、第2节所咧写即个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因咧批评耶稣哪会当甲遮个毛罪、甲遮个罪人坐做伙食饭，迄共款诶迄个意思安尼啦吼。咱看即个大汉囝吼，伫正边即个吼，你看伊迄个面吼，就真严肃，无笑容，真严肃，目金金伫遐咧看安尼吼。即个老爸所咧表达诶，等于足慈祥吼，足慈祥，这是差真济吼，差足济吼。咱会当看伊讲遮个人吼，拢伫遐咧指责耶稣，甲即咧
侪人伫遐咧食饭吼，啊当然这幅图嘛是受到西方诶影响真大吼，像这就是罗马柱吼，罗马柱啊毋是犹太地人诶这个环境啦吼，嘿，好，啊这耶稣甲遮罪人做伙食饭吼，啊这吼你来看，这就是安尼态度无介好势安尼吼，啊伫遐咧批评吼。林布兰作为图用较长诶即个神学啊，比即个较长诶神学咧论即个龙珠诶故事，好哪亲像搁较深入啦吼。伊咧表达迄个上帝无条件诶疼，完全无保留啊，来放伫即个悔改决志啊，付出行动诶即个龙珠诶心上吼。伊安尼回转来了后，老爸对伊诶接纳是安怎？是无条件，而且是完完全全的接纳。啊，照咱所知，虽然细汉囝甲讲我不配去做你的囝，但是伊却完全甲接纳，互伊挂手指，互伊穿外衫，搁互伊下来穿吼。所以林布兰伊咧画即个时阵，特别咱看见即个老爸，伊的目睭看起来好哪亲像一个痴迷的。我倒转迄个图，咱小可看一下吼，伫遮吼，这老爸目睭。看起来是毋是一个咱讲明眼人？你要看边仔遮个人诶目睭，就拢真清楚。这个嘛，是毋是？这个嘛画出来吼？嘿，但是伫即个所在一般咧欣赏即幅图诶时阵吼，逐个拢讲伊即个老爸好哪亲像一个目睭无看见诶老爸，还是讲目睭真模糊诶老爸。但是伊用双手放伫这龙珠的心上，来表达伊迄种的疼，对心底的疼，真热情的欢迎安尼吼。这中间嘛，互咱来思考就是讲伊嘛，亲像细汉囝所讲，伊的老爸是遮尔富裕，含因自年的仆人吼，拢食了够有剩，这引起伊要倒转来迄个动机吼。当然这有足大的差别啦吼。林不然一世人拢总画差不多千几百，咱拄则有讲诶吼。有人讲这个龙珠诶图吼，咧描写就是林不然伫失败了后，咧反省伊甲伊诶囝诶关系，因为伊真无用咧画图，甲伊诶囝有真疏远诶关系，失去迄种。老爸亲情甲囝诶亲情安尼吼，所以伊伫迄所在有小可改成咧后悔，伊无做好老爸诶角色吼，这个部分啦吼。咱知影讲林布兰到落尾，伊开始咧画图诶时阵，开始甲遮个较平民诶人做伙，因为伊受到上流社会排斥这互伊诶生活进入伫较困难诶情形，但是伊到尾伊嘛开始来改变伊家己画图诶焦点，开始放伫遮个可怜诶人诶身上，所以开始思考圣经诶教导甲迄个遮个可怜人诶生活吼，所以伊伫晚年诶中间常常伫画大概即两个方面诶图安尼啦吼。好古伦神父吼，伊是一个美国籍诶一个天主教诶神父啦吼，前几年才过身吼，伊有来台湾几若摆吼，受到咱诶总会邀请吼，有灵性诶培养顶悬，对咱影响也不离深吼，伊有写真济册啦吼，伊甚至伫即个欧洲吼，德国。有真侪企业家足爱请伊去做训练吼，伊是一个真够训练的一个神学家，也是企业管理的人啦吼。好，伊是美国籍的荷兰神父啦吼，伊捌伫即个咱咧讲的常春藤名校吼，做过教授教册吼，了后伫即个一个方舟团体吼，即个方舟团体就是伊看到。林布兰即幅图了后，伊家己去思考着伊家己诶呼召，伫遐伊会当讲是如因神父诶一种认罪甲悔改吼，
伊过去的生活做了过了真好，伊的成就嘛真好，伊的学术嘛真好，伊嘛有真好的工作，耶鲁甲哈佛咱莫讲啥，敢若有人要入去遐读册读真假吼，伊伫遐是做教授吼，伫遐教册，了伊甲即个名校的甲伊饲了，带去方舟团体去，甲遮个需要帮助的人做伙，伫遐10年了后，到伊过身啦吼，到伊过身的是进程拢伫遐吼。卢宇生副是有一届机会，通去看到即幅图，伫伊的朋友的即个安排甲案内吼，伊不但会当看到迄幅图，佫会当无受到即个美术馆吼，美术馆若阵开馆的时阵，伊着爱甲足侪迄落去看画图的人，甲因伫遐做伙，结果伊会当伫人下班的时间。家己搁伫迄个图内底去看到即幅图吼，会听讲伊搁会当伫即个无共款的光线下面来看吼，伫遐有无共款的感受，伊伫遐做真深的思考啦吼，看到即幅图了后，伊就有真大的冲击吼，对伊的心底伊看到即幅图。即个情形，伊嘛感受到讲，一个人，一个基督徒，需要去思考的是讲，咱真侪时阵，足有可能是迄个浪子的角色，嘛真有可能是迄个大兄的角色，咱拒绝，咱无要去听着上帝的声。真侪时阵，咱嘛扮演着迄种老爸角色。咱需要甲上帝用上帝的角度来做伙思考吼，来做伙思考。即摆即款这是第一版册啦吼，了又出第二版啦吼，出第二版吼。咱若阵有趣味的当去买来看吼。我家己看了真受感动啊吼。听讲文福长老伊嘛有看过吼，嘛有真深的即个感受吼。伫浪子的故事中间，伊真明白迄个就是咧传达即个上帝的疼，伊接纳每一个愿意回头的浪子。即个浪子包括是5亿的囝，嘛包括自私心硬的大囝。所以耶稣伊讲真清楚，空间的人是无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伊讲我来毋是要钓义人，是要钓罪人啦吼。所以上帝找耶稣基督来世间人，毋是要钓罪人，是要钓罪人，毋是要钓义人。为什么？敢讲义人无值得咱去关心吗？其实耶稣无这个意思吼。咱来知影义人伫这个耶稣咧讲的意义是啥物？就是所谓的长子，所谓的迄个选民，就是亚伯拉罕的学好的。这个人是应该讲是已经得救，已经领受到这个甲亚伯拉罕同款吼，领受到呼召，领受到上帝的恩典。亚伯拉罕伫领受恩典的时阵，也毋捌上帝。这前礼拜讲道中间，我小可讲到这个部分吼。但是领受到这个恩典，却无行好的行为，当然毋是因为好行为来被称做义吼，所以义人毋是因为好的行为被呼召，是因为已经先得到怜悯甲恩典，就受到上帝的呼召，搁互上帝称咱做义。今仔日早起我分享的这个每日读经内底，我有讲到这个角度啦吼。义人照讲是已经得到福气，亲像迄老爸甲大汉囝讲：囝，你敢毋知你逐工甲我伫地，我的拢是你的。但是足可惜啦，伊伫咱讲身在福中不知福吼，安尼。好，那亲像迄个葡萄园的譬喻共款，前几批仔的工人，特别是第一批的工人，因应该是上帝国的天使，但是因却毋是应该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好好甲伊做工。义人应该是99只样互雇用的人会当放心，并且做
供养人的帮手才会使吼。如因神父到到尾安尼讲啦吼，每一个人拢是龙主，经历过龙主来会蒙恩得救，进入伫迄个救恩内底。伊佫讲，每一个人应该拢是大囝，嘛应该诚做老爸的帮手，做伙进入伫宴舍，做伙来接纳罪人啦吼。每一个人嘛，拢有可能诚做迄个老爸，吼，一个互人的人，一个充满怜悯甲疼的人。所以当如因神父看到这幅图的真迹了后，伊有真深的一个反省甲来讲，伊家己本身来讲，伊认罪啦吼，伊遐来改变吼，所以伊深深的受感动了后，伊嘛发现讲，伊人生嘛捌失落过，检测伫物质的生活、伫社会地位，还是心灵顶悬，伊嘛是一个浪子。伊感觉讲，伊伫得救了后嘛，诚做大囝，所以伫迄个大学做教授来教示人财物。伊就感觉讲，迄个时代，伊就敢若亲像大囝遐个发离世人经历事，拢会晓讲安尼定定。所以到看到即幅图了后，伊感觉伊安尼做袂使，所以伊就甲伊的即个教授教职来甲伊辞掉。各自甲一寡残障、智障的朋友做伙，就是迄个方舟团体吼，咱讲黎明之家，去遐做因的义务，吼，一直超过10年伫1996年，吼，伊来过往安尼吼。咱会当看伊讲，一个会晓伫思考的一个上帝受上帝呼召的人。伊真正是知影怎样来对上帝的恩典来行吼。咱真正需要亲像卢云神父也好，还是讲林布兰也好，对伫圣经的教导是安尼真全面的去做反省，然后伫咱的生活中间做一寡改变吼，来做一寡改变。咱用过去安尼，咱用10几摆吼，对伫概论对伫无共款的角度，基本上就是用即个卢云神父所启发的一寡角度咱做伙来思考吼。当然，卢云神父无切较尔济层面啦，但是咱会当无共款的层面，甚至咱会当家己佫继续去学吼。即个路加福音15章内底有足侪的教示吼。咱有可能是迄个5月的龙主，咱有可能是迄个真够乌白开的龙主，嘛真有可能是迄个伫生活中间，伫咱的肉体伫心灵顶悬是落魄的，是落难的。咱嘛有可能有一天会觉醒，有一天会伫上帝面头前悔改，然后较重要是爱会当付出行动，实际悔罪的一个龙主。咱有可能嘛是生活中间一成不变，来教会好若亲像讲，逐礼拜爱做的代志，但是咱无解明白上帝对咱的教示甲呼召，咱真有可能是安尼。咱嘛真有可能亲像拄则咧讲的细汉囝安尼，来伫教会，敢若想讲我会互我，到底咱的角色是啥物货？咱嘛有可能接受着上帝呼召来学习一个公平、佮疼子女的老爸，还是讲疼咱周边遮个人即个老爸角色？期待迄个培育的囡仔回头的老爸，毋望身躯边的大囝会通了解伊的心意的老爸，因为浪子会回头欢喜来请人客甲人分享的老爸，邀请大囝进入伫宴舍的老爸。咱嘛有可能伫人生中间来扮演另外的角色，亲像酒肉朋友，欺负需要的人的市场的头家，嘛有真有可能亲像迄一群伫厝内乖乖，拢无意见专心服侍主人遐的仆人，咱嘛有可能咱嘛有可能。咱的角色到底是倒一个？伫咱的人生的中间，伫咱的家庭的生活中间，伫咱咧讲的团契、咱的教会生活中间，咱到底应该爱领受倒一个角色的呼召？
上落尾一寡反省的问题是，基督徒应该爱对迄个批判者改变，诚做悔改的罪人。批判者是无认为家己有罪，约翰意思甲咱讲，咱若认为家己无罪，迄就是自欺啦吼。爱对传授疼的教师，这卢印神父就是咧讲伊家己啦。伊伫即个哈佛咧做教授，伊伫遐教人，但是伊无感觉伊家己是一个需要疼的人。伊了后感觉讲伊嘛是一个需要疼的人，伊嘛需要去疼人的人，所以伊开始对旁观者变成做参与者。什么人是旁观者？就是法利赛人甲经老师，就是迄个大囝。咱若倒转去看迄幅图，迄个大囝就徛伫遐直直，咧观察看伊老爸要演倒一出诶。咱真侪时阵拢咧做旁观者。咱对生命诶中间来彻底诶醒悟，用上帝互咱诶疼来当做咱诶呼召，并且决志当做迄个甲上帝同行诶人。吼，这是我伫几啊年前读即本册了后，家己诶一个感受啦吼。了后我就决定讲，伫我家己灵修中间就将这路加福音吼，我毋知拢总读几摆，我毋知影吼。一摆搁一摆，一摆搁一摆吼。了后开始想讲要来带这个查经时，我就较认真，搁甲做一寡分析安尼吼。望会当伫这个所在，家己会当搁较深入来思考吼。也望透过这个譬如的教示来提醒咱啦吼。咱真正爱当做一个参与者，领受呼召的一个上帝的仆人啦吼。咱想讲，阮后生转来，甲阮查某囝要转来，这中间伫安排，因的带吼，像会当感受着讲，伫咱的教会中间，其实有足济，检测毋是讲偌年长期还是啥物货吼，就是讲，真正逐个人拢有迄种疼的参与伫迄个内面，会当感受着讲，真正。咱的教会内底真正充满着上帝的疼，这真正是伫咱的生活中间，值得咱去感谢，值得咱去学习警醒的吼。也望借着即段时间，甲大家相甲分享，会当互咱得到一寡帮助啦吼。好，大概就安尼。来，咱敢有想要分享，还是有要问的无？有听着吼？有，听着。感谢牧师，多谢牧师。袂，真欢喜会当甲大家相甲分享啊吼。对啊，敢有问题？恁若准有任何问题，欢迎恁看是要伫咱的群组内底问，还是要私底下甲我 line 甲我问，拢会使吼。我足爱恁提问题啦，就是讲咱读圣经无可能无问题吼。咱若一寡无明白的啦吼，还是讲安怎，拢欢迎咱提啦吼。请咱若有闲伫最近就开始看约拿书，拢总只有4章啦吼。我嘛是会分几摆来讲吼。迄个内底嘛有足济角度会当去思考的部分安尼啦吼。我会甲咱分享我画一幅迄个约拿迄个大船的图啦吼。算是我画圣经的图内底较大幅的字，其中一幅安尼吼。
对啊，所以我们可能老师。歹势无听到。喂，啥物人？无声气。无声气啊。嘿嘿嘿。嘿。拄则啥物人提问题？无声气啊！我看麦克风拢关起来呢，是啥物人？啊，若无问题，咱就要来结束。咱做伙来祈祷。主必听台阮的祈病，感谢你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伊所讲浪子的譬如，阮也看见你伫世世代代也兴起，无论是艺术家，也是神学的教授，拢来帮助阮做伙来思考。阮伫即个譬如中间有得到济济的教示。主啊，阮毋是要来看阮会当用偌济角度，是要对即个无共款的角度中间来得到帮助。也阮会通明白，主你爱阮来了解你的心意，来接受你的呼召，甲你相合行。阮无搁再徛伫边仔做一个旁观者，你爱阮成做一个参与者。伫你会听的事工顶悬有份，恳求主你来帮助阮，也看见阮周边遮会济济需要。特别伫即个疫情足无确定的即个中间，阮的周边有济济人检测是确诊，检测是去需要自我管理。恳求主你来帮助阮，互阮会通有迄个敏感，会来关心，会来提供阮的帮助。为着阮即几礼拜所领受即个恩典来献上感谢。恳求主你的圣灵甲阮三个基地继续开启阮的心灵，让阮明白更较济伫圣经中的教示，来学习主你的脚步，来对你来行。为了永暗的组织献上感谢，也恳求主你继续来保守阮。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感谢祈求，阿门。阿门。多谢牧师，拜拜，平安，平安，平安，拜拜。拜。